美国微软的通讯软体 Skype 找五停止服务哦，因为即马智慧型手机是正普遍，通讯软体上侪咯。另外，开讲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宣布讲要放弃转型做盈利组织的计划，未来会以非盈利的形态继续来营运。这是真侪人已经将熟悉电话来声音，就是通讯软体 Skype。在智慧型手机普遍，加其他更较好用、更较可靠的通讯软体出来冲击之下，结果停止服务。不过，伊核心功能会被刷到微软另外一个通讯软体 Microsoft Teams 运作。Skype had its moment. It was really revolutionary. Back in 2003, it really democratized video calling. It enabled people to have video calls who weren't members of a big corporation and didn't have expensive equipment. Remain very important as a part of the history of virtual remote work and just the way that we work. Skype 在2003年由几个瑞典电信员工甲单位科技部创办，推出到受国际通信客群的嘉许，伊用就是一对一、一对一视讯通话甲传输文件等，高峰期全球上亿的用户。微软2012年用85亿美金买来，新冠疫情期间，稳固工作需求扩大，视讯会议软体平台软，团体沟通工作平台拉去出来。Skype 功能做袂到，微软这个整合 Teams 甲其他 Office 应用程式来开发企业用户。就伫开讲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做到连续批评甲法律问题了后，结果宣布放弃转型做盈利组织。OpenAI 要推动计划改变伊盈利部门结果，筹募更较侪资金，对着人工智慧竞赛卡步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。